南投县政府为着要来降低着青年买厝的压力，积极来推动着青年主体。3年前就开始规划，要伫南投市文化路的原有地来起第一批的青年主体。经过9届的流标，今年总算是发包来举办着动土的典礼。 经过3年的规划和招标，互乡亲期待真久的青年主体，伫县府的重视之下，举办热烈的开工动土典礼。我们第一期这个青年住宅大概有45户，36户是3房，有9户是4房。 为着减少青年买厝压力，南投县政府积极推动青年主体兴建案，即马总算会使动工，互县内有意愿买厝的青年朋友拢真期待。因为只有45户，好像有点少啊，希望县府之后可以就是再多规划一些啦。所谓全民设计，就是说没有暗房，连厕所都是亮的，所以它的通风采光。那我们是双拼的一个设计，所以它是3面采光。 不过因为名额有限，县长林明珍嘛讲，未来伊伫南投县设置1年以上，阁有20到45岁等等的条件的青年朋友，才有资格来登记抽考啊。